觉得疫苗这东西不是，它是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应该是救命的，可是它也是有它的风险在，在整体的审查上面是非常严谨的。那大概可以这样子讲了就是说，一种是他们没有在打的，我们有一点兴趣了，那他们在打的，我们不敢用了。就到底复必泰是不是代工或怎么样，我们没有任何的正式的文件所以也无从来这个来评论说到底是怎么样了不过我只是知道在目前为止，那中国好像还没有核发，不管是 BNT 或是复必泰的药证好像都还没有核发那中国也没有在打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这里面它这个本身这个厂牌还是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问题，所以在不管是在药证或施打上面在中国也都还没有开始所以我还强调说，这些其实我这段时间接触到相关的案件，从去年就接触到很多的了那把正式的文件拿来再说了。第一个大概讲说我们要强化3级的警戒那陆续有相关一些强化的措施我们还是会陆续的来公告那在这里面以专家的建议从我们这第一阶段从这个3级的警戒虽然有看到一些效果但是要持续，而且应该要更强化把这个接触能够减到最低才能够更有效的做一个社区的控制所以相关的第一个就是外出时全程要佩戴口罩那没有佩戴的话我们就开罚。那严查不得营业的休闲娱乐场所违反者严格法办。那在这个在严格法办这一方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在这个我们认为这个已经宣布它禁止已经停业的他还在偷偷的在那边开那还有人就是还是会到那边去那其实这里面案件里面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传播跟一个群聚的一个处所那如果他们还继续在违法在营业那我们不但要处分业者，根据传染病法，那对现场的职业的人员我们也要处分，对于消费者及聚会者去的人有人讲说如果没有人要去，那就没有人会开了所以从这3方里面我们都要并同去做处分跟法办。然后呢，在餐饮业一律外带餐饮业一律外带。那卖场及超市我们要加强人流管制跟实名制。我们也呼吁民众去买的时候少去多买一次稍微买多一点，不用一直去一次够足。那结婚不宴客，丧礼不公祭今天早上的内政部有表达这个后面2项，宗教集会活动全面暂停办理宗教的场所暂时不开放那这个是在这段时间或是国外的经验里面这是一些发生群聚感染比较有可能的，那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子，所以必须要加强要去把它强化这些的一个管理希望这样的一个强化的管理能够把这个人流跟接触能够降下来，那这样子的疫情才能够得以控制。那当然个人还是一样个人还是要把手洗好那把口罩戴好这些那不要避免外出，减少聚会